花，感情总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详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你送我的花，感谢你所讲的话，无论情我深爱我深，总是伤害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试半月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我酸，风我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不愿收回，甘愿受罪。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既然啊，毋嘛是一个中和老实的好人，对我的感情是遐尼真，搁遐尼深。不过我伫到即马，也是遐尼想。昨暗安尼规暝困袂去啦，啊若无想一下办法吼，甲水蜜桃赶走吼，我真正会起笑我。对，找家港的吼，来想一下办法。阿爹，一个人拄啊细细念，这念什么戏啊？无啦，母啊，无代志啦。阿妹，阿妹，哎，小月啊，你搞啥啊？水花啊，嘿，来坐啦，唔免坐啊啦，我有赶紧的代志啦。手机这嘛，啊你去大北坑加干把东机转来啊？对啦，昨就倒转来啊。我甲加干因老爸去台北东机，是啊，规个庄仔来的人吼，拢嘛安尼讲哦。啥个啊？规个庄仔来的人，拢讲我含加干因老爸去台北东机。是啊。哦，实在吼。母啊，要讲就互因讲，哪有要紧啦？你啥物无要紧，啥物要讲就互伊讲。这关系着母的名声呢。好啊，我要去告这钱仔上，啊，佮全庄的人，哇，破坏我的名声。安尼哦，母啊，安尼啦，干脆你开起记者会好啦。对，来开记者会，就甲因讲清楚。对啦，母啊，你记者会若开落去吼，不但是全庄的人拢知影，我看全国的人拢捌你。那到时阵吼，你比迄个电影明星吼，搁较红。好，啊要甲我气死啊！讲我是迄种吼干动机的查某啦，实在有影吼。母啊，啊你搁是安怎？上知母啊吼，气啊冰白了。哦，哎呦，冰白，我看毋是冰白哦。母啊，我看你可能真正是有心哦。可能是有心。哇，你乱讲心的，啥物不有心哦？小鸡姐嘛，你真正有心啊！水花啊，你唔免听迄乌白讲哦。手机即嘛遮济岁啊，哪有可能会生啦？你袂生，老阮爸就讲过啊，
讲手机即卖尻川哦，是又搁大粒，又搁翘呢。哦，这将来哦，一定足好势啦。好啊，这死钱啊上，伊什么话拢讲得出来。好，我要踢破伊的嘴。哎呀，是。母啊，煞煞去啦！煞煞去，伊破坏母的名声呢。哦，互我无法度见人哦，我吼已经要找伊算账啦。哦。母啊，来啦，遮济啦。你哦，你一个生气吼，你就会变爆，对唔？所以莫生气啦。我等下吼来去坐纸饼来，我互你哦，甲伊的嘴拆好破，会使？哦。母啊，莫生气啦，生气会快老呢，面阁会生了纹哦。我等下吼马上来去坐纸饼来，我顺续吼要找鸡港的，吼。阿爹，我差点也袂记啦，我就是要来找家港的啦，伊无来过啊？无啊。哎呦，害啊啦，已经2天啊呢，伊一点仔消息都拢无啦。我看哦，家港即届哦真正去跳河自杀啦！啥？鸡港去跳河自杀？切！唔对啦，迄几工啊吼，过来甲我求婚啊！我就是相信你的话啦，以为伊是一个爱情不专的人啊，我就直接甲伊拒绝啦。家港一失望吼，伊就讲伊要去跳河自杀啦。哎呦，所以即马吼，免烦恼啦，鸡港逐摆嘛来一步。对啊，什么家港大家都来这步啊？我跟你讲哦，拢你这个死阿弟害的哦。这家港吼，即个若无转来吼，真正去自杀话，安尼你就爱吵我。啥？我啊？啊，啥物啊？赶快去跳去做家港诶！好啦，我看吼，伊可能伫我工地工了啦。行啦。妈，我拄仔咱就请到水果下诶，啥物代志啦？要甲气死啦！阿爹，水果。阿伯，等下，你遮早就来哦。来你拄我好，紧的，你要甲阮母安慰一下。你是安怎？你咪就知啦。阿伯啊，你著家港无看的啦，阮赶紧要来找伊。有闲喊你讲吼。好啦，我嘛有代志要找伊，你若找着吼，你来找我。好啊。紧，行啦。是等。我拄仔要来的时阵哦，迄高龄的议长哦，一直敲电话找我啦。伊讲希望讲县城会当早一日开工啦。即马代志拢准备好势啊，而且水火啊田也已经管出来啊。我看吼，明仔载是后日就来举行这个开工典礼。好啦，我等下吼，咱再来参详啦。好。来，紧来。妈，叫阿伯来啊。喂，小姐，拄个阿爹拢叫我，你到底发生啥代志？拢是你啦。我，若毋是你吼，真爱来人，若袂讲我，什么我去台北甲你登记咯。啊，动机就动机，你管人安怎讲啊？嘿，什么管人安怎讲？大认为讲吼，我是向查甫人登记迄种查某呢。妈，那呢，你著甲阿伯结婚，安尼人就袂讲闲话啊嘛。对啊，结婚啦，不，袂用。袂用诶。阮早就讲好啊，讲无要结婚啊。哇，你死命来啊！你接我的班员，还佫唔认识，你我死出去啦！小姐，哎呦，叫阿伯啊，安尼若因讲袂甲阮妈结婚啦。啊，这也毋是我讲的，当初是伊讲的，讲真见济话啊，结婚会用笑死啊。讲只要来斗阵哦，做伴嘛无要紧啊。即马无共款啊啦，即马人外口的人拢讲吼，阮妈妈伫台北甲你登记，啊你现在袂甲伊结婚，伊是要安怎做人啦？紧的啦，你去内底吼向伊求婚啦。吼，恁母也是有够烦啦。即马当咧生气，啊我若去要甲伊讲哦，愈讲愈害啦。无等伊气若较消咧吼，我再去要甲伊讲安就好。我先来找杨柳一个来讲起过年的代志。哦。喂，
张干事啊，我拢准备好啊啦，我较等就去农会啊。嘿，好，好再见。妈，阿妹啊，恁就阿伯咧？啊，他叫你叫伊走，伊就走啊。哦，这死慢来吼，讲走就走啦。你最好吼，后盖拢莫甲我转来。妈，气到变白啦妈，我看你以前吼，那亲像嘛无这种情形呢。安尼啦，我会知吼，要有淡薄仔时间，我带你来病院检查。但是要检查什么嘿？无你讲哦，伊真正有心啊。有心？哎，阿静啊！你敢有来无？有啦，啊伊昨来吼就去走啊啦。伊讲吼伊失恋啦，心情吼无好啦，讲要河边行行吼，就无搁倒来啊。哈？去河边行行就无转来啊？系啊啦，加讲吼一定是跳落去啊啦。袂啦。什么病啦？赶紧来去找人啊！阿弟啊，哈，你来甲拄啊好，什么代志？家港的尸体后咧水底浮起来啊！加港的尸体。阿弟啊，你看啦，家港有尸体啦！都是我害你啊，家公！俺只是想要请我们的对我的感情是真的假？哪知你真是去跳河啊，家公！都是我害你啊！我做爱你的，你若需要我是要安怎啊？叫你去嫁别人啦！我啊，我只想哦，除了家公，什么人拢唔嫁啊，家公！你给我停起来啊！有影。当然是有影啊！我今晚要来跳河啊！家公，你有讲我啊？伊毋是搁活啦，伊哦是根本就无死啦。家公，对啦对啦，我是要试看卖吼，你是毋是真心爱我啦？好，害咱俩就是真的嘞！这个死家公害我老这侪目屎，你讲看。听咧。家公诶，我给你拍了会疼的啦，家公不要紧哦。不要紧啦，打是情，骂是爱对啊。死家公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恁若要搬爱情戏吼，转去厝的才搬啦。好，你这个死阿弟啊！我心肝家公啊，差点就叫你害死，我要找你算账嘞。好，后摆你的代志吼，我袂搁插啊啦。家公，我有一件足重要代志哦，爱请你帮忙啦。什么代志啊？等一下讲啦。医生啊，阮妈妈的胃病。阮是无毛病啦。哎呦，我也想要吐呢，啊哪有可能讲胃无毛病？以我看啊，胃毋是胃的问题啦，你也是去有3颗，看卖有心无？看有心无？哎呀，等我遮侪岁啊，而且我嘛还未结婚。妈，我看你吼，也是去检查一下啦。妈嘛袂有心的啦，我袂去，我无要去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烦。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妹，啊是什么代志？无啦，我今仔日吼，带妈去病院检查，妈吼可能有心啊。啊？
等你的是啥物表情啊？毋是啦，我只是感觉意外尔啦。母也着遮济岁啊，敢真正会有心？啊是医生讲的哦。无啦，医生就讲妈妈的胃无毛病啦。哎，毋过你看伊的吐，较当然嘛是有心啊。无一定哦。你捌听过哦？有一款叫做假性怀孕。啊，不然哪无爱去妇产科好好检查一下？阿妈都歹势啊！伊讲哦，伊一定袂有心的啦。是安尼啦，我去讲是这段时间你着好好照顾妈妈，想一个办法带伊去检查啦。若无万一真正有心，咱无甲加注意一下，万一发生啥物问题要安怎？好啦，这你放心啦。还佫有啊，你叫家甲因爸今年甲母也结婚啦。对啦，这代志袂使佫拖落啊啦。那我来去啊。好啦，阿兄弟我你赶啦。哎呦，你哪只无细力啦？气死！阿妹啊，想袂到，甲当你佫无法度甲带起来放袂记哩。啊，你要出差，就要甲伊的相片抓在身躯边哦。无啦，我是昨在款套底的时阵，我勇去看到，自然就甲放在卡包内底啊。我才无爱相信，你心肝内是毋是佫咧想伊？想是想啊。啊，你对啊，伊都已经死啊！你莫为着这小可的代志，你还大惊小怪无？什么大惊小怪？啊，我未来的某对伊死去的翁，还佫无法度放袂记的，对我来讲，等于是精神上甲我戴绿帽子呢。什么真心上甲你戴绿帽子？你莫讲我遐歹听无？什么歹听？我问你啦，即摆若机内还佫活咧，伊甲我，你是要选啥？袂讲老实话哦。你若讲白实话会去天公讲。我要爱记来啊！哈？哎呦，啊你嘛莫遐残忍好无？啊你伤我的心，啊你袂小甲我骗一下，就讲你爱我，你要第二人干那我一个，啊互我欢喜一下，敢袂使？对啊，是的啦。你毋是要叫人讲老实话？这个代志会使讲老实话哦，我足伤心的呢。莫安尼啦！好啊，带机来，死遐久啊，我的某佫对你思思念念。你莫安尼啦！阿妹啊，是的啦，我就无应该遮尔无风度去听伊的相片。你莫伤心啦。好啦，你莫哭啦，是我唔对啦。对啊，我一点仔都无怪你，我只是感觉讲你对我的感情，如果也无迄张相片，我可能永远拢唔知影你对我的爱有偌深。多谢你，你互我一世人拢袂放袂记。你莫安尼伤心啦，你嘛莫讲即款话。你会知影，我是真心咧爱你呢。我知影讲吼，既来啊过去对你足好的，但毋过你一定爱相信，我这世人吼，敢若爱你一个人，我会比既来对你更较好，互你幸福，互你快乐，好无？阿爹。阿妹啊，好未？
手，希望的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爱。哎，阿爹，阿妹，阿妹，你讲吼，你咧浪费总干事敲电话来咧甲你催呢？啊，我讲吼，你小囡子睡到位啊啦。妈，那呢我先来去哦。啊，妈妈送你。妈，唔免啦，你家己身体吼爱照顾好好啦。啊，你也爱食旺来啊，是你啊吼，你着家己去买。我吼一定叫阿定吼，甲舅阿伯讲啊，叫伊紧的吼，甲你结婚啦。安尼紧的入去休困。啊，我即摆吼。马头，我先来走啊。好，拜拜，先行。马头啊，我拜托你的代志，你会记得无？当然嘛会记的啊。你讲吼，叫我着爱假做去爱着阿德啊。假使讲吼，伊若真正变心去爱着我，迄就表示讲伊用情不专，那呢吼，就无值得你甲伊结婚啊。你放心啦，一切包在我的身上。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归球，等你等甲毋敢记太阳球，别人敢有可能亲像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